当遇到许久未见的朋友时，简单的寒暄询问对方近况是展开深入对话的前提。本期跟我学藏语节目，我们就教给大家朋友见面时寒暄的问候语，敬请收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本期的跟我学藏语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学习了关于藏族服饰名称的一些藏语，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藏袍，chuba。藏袍，chuba。帽子，xiamo。帽子，xiamo。邦点，邦颠。邦点，邦颠。对。那香姐，除了这些之外，今天有什么新的藏语要教给大家吗？一丹啊，教给大家今天的词句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短片。来看一看。好漂亮。哎，你渴不渴？有点。那我去给你买瓶水。猜猜我是谁？这么快就回来了，讨厌！快把手松开！你干什么？啊，这是的，满这一对。满这一对。啊，原来你们认识啊！我还以为他要对你有非分之想呢。怎么会？他是我的老同学了，毕业后分配到日喀则，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见他了。这是我男朋友。你好，这是的。랑팅사같이 내가 망고도 실로를 양수적도 네. 既然你们那么久没见了，这附近有家很好的咖啡厅，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好好的聊聊。好，走吧。通过刚才播放的短片，今天我们要教给大家3句常用的藏语，都是在平时生活当中见面问候的时候使用的。是的，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要学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好的，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好久不见，满节雨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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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节语令都用于许久未见的人之间见面以后打招呼的时候使用的。那如果是我和桑姐你很久没见的话，今天突然遇到你了，那我就可以对你说桑给满节语人。哇，不错，真聪明，活学活用。谢谢桑姐。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短片，加深一下对满节语人的印象。来看一看。猜猜我是谁？这么快就回来了，讨厌！快把手松开！你干什么？啊，这是的，满这一对。满这一对。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2句藏语是랑挺桑卡了几个月，你最近都在忙什么？这句话都用于询问对方的近况，向对方表示关心。랑是你，挺桑是最近的意思。卡了几个月是问句，表示做什么、干什么的意思。啊，明白了。那我把它连在一起，就是랑挺桑卡里奇古유，也就是你最近在忙什么的意思。对，大家跟我一起说一下。你最近在忙什么？랑挺桑卡里奇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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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丹，랑挺桑卡里奇个月。我呀，最近在努力学习藏语，希望自己以后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那想给랑挺桑卡里奇个月。我最近在忙着给自己做一套新的藏装，让自己
越来越帅。香姐，你真的是太臭美了。没办法跟你学的。好了，那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短片中的랑挺桑가르치고요是如何使用的呢？来看一看。猜猜我是谁？这么快就回来了，讨厌！快把手松开！你干什么？啊，对，这是的，满这一人。满这一人。啊，原来你们认识啊！我还以为他要对你有非分之想呢。怎么会？他是我的老同学了，毕业后分配到日喀则，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见他了。这是我男朋友。你好，这是的。랑挺桑가르치고요。 내가 망고도 실로를 양수적도。 啊嘞。既然你们那么久没见了，这附近有家很好的咖啡厅，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好好的聊聊。好，走吧走吧。今天我们要学的最后一句藏语是对上一句랑挺桑가르치고요的回答，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单位里工作比较多，你空了내가忙不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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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这句话感觉特别的复杂，要不然你把它分开仔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吧。好的，你空是单位的意思，내가是工作的意思，忙不读表示数量是很多的意思。啊，明白了，我来学习一下。你空是单位，내가是工作，忙不读是很多的意思。没错，举例来说，我的单位是西藏电视台，你你空편의점年轻你空是，我的工作是主持人，你내가年轻把是。那三姐，这个忙不读又该怎么来使用呢？好的，忙不读表示数量多，我们也可以说人很多，民忙不读，车很多，摩车忙不读，都可以。啊，那我明白了。结合我们刚才学到的工作很多，那就是내가忙不读。对，如果说是姑娘很多呢，那就是부모忙不读。哇，不错啊，真的发音很标准，给你一个掌声。谢谢三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短片完整的看一遍，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藏语。来看一看。好漂亮。哎，你渴不渴？有点。那我去给你买瓶水。嗯。猜猜我是谁？这么快就回来了，讨厌！快把手松开！你干什么？啊，对，这是的，满这一人。满这一人。啊，原来你们认识啊！我还以为他要对你有非分之想呢。怎么会？他是我的老同学了，毕业后分配到日喀则，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见他了。这是我男朋友。你好，这是的。랑挺桑가르치고요。 내가 망고도 실로를 양수적도。 啊嘞。既然你们那么久没见了，这附近有家很好的咖啡厅，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好好的聊聊。好，走吧走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跟我学藏语，轻松生活行。나다 냠도 벽에 좀 나와 기별 냠도죠。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스몰링게结束节用。汉族小伙刘涛和藏族姑娘德吉是一对情侣。勤奋好学的刘涛遇到了一些语言上的困难，这次他学到了什么藏语呢？敬请收看下期的《跟我学藏语》节目。